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英叶牧师。12月16日，圣诞欢乐颂，大大的快乐。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尼希米记12章43到47节。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文记载在尼希米记12章43节。那一日，我们献了很多祭，民众都非常高兴，因为上帝使他们大大的快乐。妇女和孩子们也参加庆祝。耶路撒冷的欢乐声在老远的地方都听得见。神爱世人，世人却不爱神，总爱人手造的公仔。小美人鱼讲述的就是一位名叫艾丽尔的人鱼公主，因为爱上一位人类的王子，受诱惑跟女巫达成交易，交出自己的声音。女巫能把她的人鱼尾巴变成腿。女巫警告艾丽尔，一旦她成为人类，她一定要让王子爱上她，否则在王子娶别人的那一天黎明，艾丽尔会因为心碎而死去。这样子的故事何以会让大人孩子都喜欢呢？是因为在这个故事当中，人为了追寻爱，艾丽尔追寻这个人跟人之间的爱，而这人跟人之间的爱有时候真的是很奇妙。当然我们也知道，人与人之间的爱是非常有限，而无限的上帝，他用他无条件无限的爱来爱人，是超过时间跟空间的。我们从尼希米一路读来，昨天我们已经看到尼希米带领会众大大小小，今天讨论到妇女孩子也一起来庆祝哦。庆祝什么？对，就是耶路撒冷城墙已经建造起来，已经盖好了。他们在线上他们说看到这一切不是因为人自己能够，乃是这位神在他们当中行神迹奇妙的事情。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，他们不只是口里来赞美神，今天的经文更是进一步的来往前推到我们不是今天来颂赞而已，而是我们有一个神所赐给我们的圣殿，而我们也回归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要长长久久永永远远的来颂赞这一位神。这位神也是永不离开神的，所以他们要尽人所能的，因为我们既然领受神的丰丰富富所以他们开始分工哦。为了圣殿的供应，从44节看到当日就派人管理库房，将举祭出手之物和所取的1/10，就是按各城田地照律法所定的归给祭司和利未人的份，都收在里面。犹大人因祭司和利未人供应就还了，而确定了在这之后呢，这些祭司跟利未人会遵守神所吩咐，守洁净的礼，歌唱的，守门的，照着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的命令也如此行。哇，我们看到这些，我们想到了什么呢？对，就是我们在迦南教会庆祝57这个设教57周年，也献新堂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一开始这个礼拜的献堂的礼拜，有小孩献他们的歌声呼召我们来敬拜，然后有青年，然后我们有我们的牧者团队进场，我们一起带领大家来敬拜这位上帝，将我们所领受的献给神。因为在这个过程中，不管是建造城墙，或者是迦南教会再重新买新的教堂、新的堂，或者是我们在49号我们的1楼的更新，其实都是遇到许多的困难，但这些困难当中
每一次都经历神奇妙的带领。所以在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最后，有对圣职人员的供应，库房现在有专人管理，民间奉献也有专库来收存，圣殿的供应不断，整个社会呢就正常有序，充满欢乐。可以说是对圣殿的重视程度，是衡量犹太人跟神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尺规。因为在本质上，这样子的规格，这样对圣殿以及圣殿里面服侍的人员的重视，其实是对神的态度。我们看到尼希米多次的他讲起来，敬拜时应该要像大卫所立的诗班。那时候大卫的年代，他们想起来以色列是一个朝气蓬勃、敬畏神的国家。回归的以色列人希望能够重建耶路撒冷作为日后复国的中心，所以他们甘心将自己和耶路撒冷献给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以奉献神这件事情，我们会觉得我们是把我们的1/10，或者是比1/10更多给神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献给神吗？我们恐怕要想一想，不是我们给神，乃是我们原来是从神支取的。我们从神支取，而我们去在这世上努力生活，神更多的加倍在我们所支取的更多时，我们就更多的还给神。这样说吧，我们是借给神吗？我们是施舍给神吗？我想我们要有一个改变，我们一切所有权都是来自于神的，可以说是我们从神支取，神托付我们，我们真是要尽心尽力。耶稣自己都讲这样的比喻，是吗？有领1000，有领2000，有领5000的，我们领几千，我们就当负责，尽心尽力的。当然我们的神不是要我们把我们的眼睛放在我们的这个钱上面，因为在圣经里面，尤其在耶稣的教导里面，我们更是不要把我们的眼目、我们的心都放在这些钱上面。但我们要小心，就是我们要将我们的心思，不管是哪一方面，当然钱是最具体的，但才华跟时间跟我们的心其实也是神了解的，因为我们的神是看人的内心。所以主耶稣自己曾经讲过，财宝在哪里，心也在哪里。所以如果我们的财宝拿不出来给神的家，交不出来给神，常常也说到我们里面其实是没有把主或把永恒看得这么宝贵，是吗？以至于我们今生的财物是夺得我们的心让我们交不出来。马门在我们的身上有捆绑的力量，圣经里教导的其实很清楚，一个人不能侍奉2个主。所以当马门在我们身上强的时候，我们当然不能侍奉神。不只是马门我们的时间，我们的才华也一样。今天的经文再一次来提醒我们，当我们真心爱神的时候，我们要具体，一定要学习奉献，在主的面前上上下下大大小小，不管信主的时间多长多短，不管是全职或代职侍奉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好好学习奉献的这个功课。然后我们要站在每一个人的位置上，就是神给我们的才华，我们的时间，我们要各尽其职。我们的生命从神来，我们应当将我们的生命才华献给神。我们唱歌的
就好好唱，守门的好好守门，当祭司好好当祭司，管理的就专心认真管理。哇，这是一个很美的图画。迦南教会一直都是团队的服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团队服事不是只有牧者，而是像今天我们读的这个段的经文的这个画面，我们就想到神先要我们是不是甘心乐意我们看得见的钱财，我们神所托付我们的，才能这些都显出我们对神的心意。因为我们的心真的是来到神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我愿意献上，因为我一切都是从你来的。我们一起来思考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，那么我们应当要怎么样来行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以神为大呢？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甘心及各尽其职，使耶路撒冷，使神的教会能够从原来混乱、修路翻转到有次序与荣耀的局面呢？我们决定要提出什么具体可行的计划，帮助我们提升目前的奉献生活跟侍奉生活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今天再次来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真知道我们的生命气息，我们的所有看得见看不见的，主，这些都来自于你。主，我们怎能自己紧紧抓住？我们要说，主，谢谢你透过今天这段经文跟这个敬拜的画面，线上的这个画面，大大小小妇女孩子，他们的敬拜，他们的线上再次激励我们。恳求你也帮助我们在整个教会，在你的面前能够靠着主，我们向仇敌来夸胜，我们能够以神的家为着能够荣耀你，见证主你的名，我们除去一切的不合一的情况，除去神儿女中间任何的比较、争竞或者是抱怨，而我们单单的就是来赞美，来朝见你的面，来献上我们自己。我们愿意全然尽忠，个人在你所量给我们的岗位上，能够尽心竭力侍奉你，将我们的生命中所得到的恩典、收入一切祝福，都愿意把最好的先献在你面前。谢谢你帮助我们，也祝福我们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音乐牧师祝福我们大家，今天我们要成为一个感恩献上的人。我们明天见。